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嚟到童詩童話小學童詩繪畫巡迴創作坊，我係你哋嘅導師 Miss 寬。跟住落嚟呢，我哋會一齊畫下畫、寫下童詩嘅，好期待啊！快啲開始咯！喺開始上堂之前，請大家先準備好我哋要用嘅工作紙。如果同學一時間未揾到工作紙呢，唔緊要嘅，可以準備一張白紙，亦都可以。請同學喺適當位置寫上姓名、學號、班別同埋學校。你哋課堂上面嘅優秀作品，我哋都會幫你推薦發表去香港小學生文藝月刊㗎。刊登嘅時候，版面大概就長這樣，會有你哋嘅學校名啦、詩作嘅名稱啦、你嘅名稱、你嘅畫作，仲會有老師嘅評語㗎。正式開始我哋今日嘅題目啦！今日嘅題目係太多了，希望大家可以試下從日常生活中發出你嘅創意喎。不如我哋先嚟諗一諗，喺日常生活中，這些時候太多了，會怎麼樣？例如果糖果吃太多，會發生咩事呢？如果冰水喝太多，又會發生咩事呢？假如三文魚刺身吃太多，又會發生啲咩事呢？如果頭髮長得太多，好多好多頭髮，又會為我哋嘅生活帶嚟乜嘢嘅麻煩呢？仲有啊，如果功課又太多，或者玩具實在太多，又會發生咩事呢？我哋嘅日常生活、學習同埋玩樂，會唔會受到一啲阻礙啊？我哋而家一齊嚟欣賞下別人嘅佳作，睇下其他同學係點樣諗嘅。眼睛太多了，我的眼睛太多了，兩隻眼睛常常流淚，兩隻眼睛無法合上睡覺，餘下的一隻眼睛大近視，卻沒有合適的眼鏡，五隻眼睛都不能集中，一隻眼睛看電視，一隻眼睛看功課，一隻眼睛看窗外的落葉，一隻眼睛看地上的電線，結果什麼都沒看得清楚。喺呢首詩作入邊，主角係我的眼睛，有乜嘢太多啊？就係眼睛太多啦，多到一個怎樣的程度呢？哇，多到佢有5隻眼睛嘅，5隻眼睛會為生活帶來啲乜嘢麻煩呢？麻煩原來都不少喎，有2隻眼睛會常常流淚，有可能會無法合上眼睛睡覺，仲會大近視，但又冇合適嘅眼鏡添啊！結果什麼也看不清楚啦。我哋嚟睇下另一位同學又如何想像呢？牙齒太多了，我的牙齒太多了，因為嘴巴裡有300隻牙齒，刷一次牙便需要3小時。我每天看牙醫，上午修補了第138隻蛀牙，下午又拔掉10隻智慧齒。牛扒只咬一口，便已碎成150塊了。呢首詩作裏邊嘅主角就係我的牙齒，牙齒太多啦，
有多到一個怎樣的程度呢？哦，原來係多到有300隻牙齒啊！有300隻牙齒會為我哋嘅日常生活帶來什麼不便或者好處呢？似乎呢位同學上來都係一啲唔方便嘅地方，例如佢上午又要修補佢嘅蛀牙，下午又要拔掉智慧齒，最可怕嘅係好美味嘅牛扒，只係咬咗一口咋，就已經碎成150塊啦。以上兩位同學都從日常生活出發，去想像一啲身體部分如果太多，會發生啲乜嘢嘅事情，可以係方便咗嘅，亦都可能係帶嚟麻煩嘅。呢個時候交俾同學你哋咯喎，你又試下想像有什麼會太多了呢？例如係圖中嘅兩個生物，佢有什麼太多了呢？會唔會係佢嘅指甲長太多了？定係佢嘅頸項長太多了啊？同學，我哋一齊嚟試下發揮想像力，你覺得有什麼部分太多了呢？今堂嘅題目太多了，我哋思考嘅時候可以分3個部分。第一，先想一想主角係邊個呢？究竟係什麼部分太多了啊？第二，呢個部分究竟多到一個怎樣的程度呢？可能係多到好長好長，點樣長法？大家都不妨發揮想像力，可以諗一諗喎。第三，事件啊，接下來會發生啲咩事呢？太多嘅身體部分會為我哋嘅日常生活帶來乜嘢好處或者麻煩呢？而家嚟到實戰時間啦，邀請同學喺睇完我哋嘅影片之後，都創作一首屬於你嘅新詩同埋你嘅圖畫喎。完成作品之後，請同學可以將作品電郵去以下地址。你哋嘅佳作有機會推薦發表去香港小學生文藝月刊㗎。記得清楚寫上你嘅學校姓名、你嘅學生姓名同埋班別喎。如果唔係，老師就唔知道係邊一個同學交出嚟嘅作品㗎啦。喺工作紙嘅題目位置，同學可以寫上今堂嘅題目。另一邊嘅圖畫嘅空白位置呢，請同學可以自由發揮，為你嘅詩作畫一個美麗嘅圖畫。如果能夠加上豐富嘅色彩，一定會大大加分㗎。好期待收到你哋嘅作品啊！我哋喺文藝月刊上面再見啦，拜拜。